開呢個。開咗佢，同我開。真係表姐啊！係啊！這個也是你的嘛？本來是要去這裡的，但是它的附近有這個 Heineken， 然後我選擇了去喜力啤酒。都好合理。咁呢一包就係 Neo 4最後一代嘅 Pokemon Hold Back 嘅卡嘅。哦，係喎。我的記憶就是這邊。同埋咧，佢咧呢個係畫錯咗嘅。他們現在就是跟 Bitcoin 都一樣，不是喜歡 Pokemon 卡，只是來投資。什麼都不是。呢隻啊，不如我哋今日開晒佢咯喎！卡包你開一包就少一包，真係一定會飲到醉醉地咧。開佢啦！哇！你冇眼啦！你再咁，我幫你開晒你啲卡㗎，開晒佢㗎嘛！大家好，歡迎嚟到 Podcast， 我係 Leslie， 我係 Kenneth。咁咧，我哋今日有兩位嘉賓，就係Dixon同阿貓。好，我哋就拎晒啲嘢喺度啦。哇，好多收藏㗎嘛係。對。阿貓，其實你係幾時開始儲卡㗎？我是小的時候還不是很懂卡，就是看這個動漫，Pokemon 的時候，就是買了一些，但是真正的開始收藏是從莉莉那一波開始收藏的。你可以介紹下你嘅 collection， 佢好多喎，見到佢頭先帶咗。裡面有很多。這個首先是25周年的御三家，日內三家的聯邦，就是連的號。年號。三連號，因為是他們25周年就是出的這個是原本的這個卡嘛，所以我比較喜歡。對，中間是一些每一個地方的限定。Pokemon Center の渋谷と金沢、銀座で、還有這個呢個近排嗰個廣島。これが東北東北。そう。で、これが福岡福岡。で、あとこれがアイベビカチュウ、かわいい。で、これがこれ普通のピカチュウだ。呢個係。これは武蔵小呢個武藏小次郎，呢張好靚武蔵小郎と、あとこれはね、中文版のブラッキー。粵語日本ブラッキー。你中意 Blackie？ Black，我感覺很帥，但是因為我就是感覺可愛い，但是不是最喜歡，不是。那你最喜歡哪一個？不是最喜歡，那就一定是皮卡丘。但是最近我開始對咪咪 Q 開始有興趣，因為他是很喜歡皮卡丘。這個也是你的嘛？是有一個故事嘛？對，我真的我跟你們說，就是這個發這部卡的時候，我正好在阿姆斯特丹，然後本來我們是去這個畫展的，這個畫展就是會拿到這一張卡的嘛，然後本來是要去這裡的，但是它的附近有這個 Heineken， 就是喜力啤酒的博物館，然後我就說，就是我是本來很喜歡喝酒的嘛，然後我不知道那一天有發這個卡，然後我選擇了去喜力啤酒，都好合理。然後之後才知道，原來發這張卡這是我的25周年卡的全部的英文版啊，呢個係英文版嚟嘅。係啦。全部收集了一下。哇！全部都齊晒。我有個比卡超 logo 喎。25周年30周年也會有這個，也是這個 logo。30周年會有30個皮卡丘，呀拜！係啊，嚟緊30周年咧，就會有30張唔同嘅30周年版本嘅比卡超。諗起都驚啊！真係，你要儲30張，仲要30張，可能想儲年號30張 P 星，一張衰咗都唔知點算，都好難喎。呢個你都有喎，呢個係starter 嚟嘅喎，即係御三每一代嘅御三家嗰陣時佢都有出30周年版本。見到你都有麥當勞啦，呢一張。
呢張麥當勞，這個是去年，好像是去年去年我記得去年我嗰時喺日本啊，係因為我嗰時喺東京嘅，但係嗰陣時就因為有嗰啲風波啊嘛，係啊，即係啲人要即係淨係要張卡，唔要即係其實你諗住去食，啲啲之後俾人停咗啦。朝早去食 McGriddle，跟住之後點解咁多人排隊，同埋點解地下咁多個紙袋喺度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就做緊呢個，應該就係呢張卡嘅。應該係。咁呢張卡好誇張，佢係推出咗半日就殺停晒啦，就之後就唔再派啦。係啊，亦都成為 PSA 暫時即係 population 最高。係啊，好誇張我喎！很喜歡，就是自己喜歡的袋子，然後每一張都全都收藏。啊，呢個亦都係151，呢個都英文嚟英文版151。我也是。哇！你係反閃都有喎，你係普通白卡係咯 ，Mirror 版。以前我哋初頭玩嘅時候都冇分而家咁多個咩版本噶嘛，而家我大概識有咩 AR、SAR， 有咩 MUA 唔知乜乜咁樣，但係以前你淨係嗰張嘢就係嗰張嘢，個 number 就係佢個衝嘅小精靈圖鑑編號嚟噶嘛。同埋係佢有 rarity symbol 之後就係一個圓點或者星星咯，或者3粒星咯。係咯，係啊。啊，你後邊仲有兩張好勁嘅，我記得。啊，呢兩張啊！這兩張是沒有達到10。呢兩張係25美版25週年禮盒裏邊嘅兩張金屬嘅卡嚟嘅。咁嗰陣時咧 ，PSA 咧都會鑑定呢兩張卡嘅。咁但係做咗後期之後咧，佢已經唔再鑑呢啲嘢，所以其實有呢兩張卡嘅 PSA 其實已經好 rare 㗎啦，已經係。雖然我睇唔出個分別，但係佢重啲喎，真係。重啲，佢真係金屬卡嚟㗎，佢唔係紙嚟㗎。係啊，後面係好靚，我覺得後面仲靚過正面咯。其實我覺得也是因為咧佢呢隻金屬卡係好容易花嘅，其實基本上你開出嚟嗰陣時咧，其實你張卡都已經有少少花咗㗎啦，因為佢吸住嗰個膠嗰個吸索咧，其實會整傷張卡嘅。係，所以其實如果呢一張你攞到10嘅話，其實真係好難，同埋好貴。貓，你其實你最近有冇買啲咩卡或者開啲咩卡啊？最近我有開那個 Dream EX，MEA，Mega Dream，Mega Dream EX，然後是想開那個金色的那個 MUR，金色嘅啟步龍 ，Mega 對，都沒有開到。唔係因為MEA 近排個價錢都回落翻少少，因為佢有大貨翻，所以就容易啲買咯而家。香港的這個超貴，超貴，已經便宜了一些，好似係超貴的，對，但是他們都是一袋一袋賣的。在日本有一些時候是預約，然後或者是在 Lawson 預約，或者是在這個 official 預約，在海外會有假的嗎？會有嘅，因為香港佢係冇一個正式日本嘅代理，所以其實大部分嘅日本貨都係當係水貨咁看待咯。咁所以香港買卡會比較貴就係咁解啦。買日本版嘅卡就比較貴咁解啦。再加上因為最近見到內地都有啲網站就有啲影片就係有啲假嘅重複嘅 MEA 卡包啦，好誇張好多。所以其實真係要揾啲真係有信譽嘅卡鋪去訂貨就安全啲咯，或者你可能自己睇下有冇辦法有渠道喺日本嗰度購買到咯。因為我見到 Dixon 咧，你有好多好靚卡啦，之後我睇你 YouTube 又好 IG 都好，有好多收藏好靚，其實係。嗰陣時就有幾個同學都一齊儲呢啲 Pokemon 卡，其實咧呢個 Pokemon 卡好似已經係即係另一款啦。佢另一款咧係動畫版嘅，即係佢咧有個卡通，佢講到明呢第幾話，跟住之後小智同小哥小下一齊。Bandai 嗰個係 Bandai Card，嗰個唔係呢隻，唔係呢一隻嚟嘅，唔係呢隻嚟嘅。我初頭咧係懶醒咁樣咧，啲朋友玩緊呢個咧，我就收藏嗰隻卡先嘅。咁但係咧，佢後尾發現咧都冇人同我換，因為你知你如果重複咗，你啲人同你收你重複嗰張，咁你先可以繼續儲多啲噶嘛。但係我啲朋友全部係玩呢隻卡嘅，咁所以咧我就儲咗嗰輪儲一陣之後咧，我就即係轉玩咗呢隻卡。咁因為就大家同學可以交換，咁所以就大家一齊每一包咁就買完之後就開完之後就睇下究竟有啲咩自己中意嘅。真係好原始玩卡嗰種方法。我哋細個玩卡嗰陣時係真係大家去交換㗎嘛。同埋係
即係你唔會，因為而家你交換咧，你係睇你嗰張卡，呢張卡係15,000啊，你張3萬，咁你就我2張15,000嘅，同我換張3萬。但係以前唔係，即係我以前咧，我係冇貝貝龍，我記得我嗰時儲唔到貝貝龍，第一張金色底嗰張貝貝龍咧儲唔到啦。咁但係咧，我就有幾隻嗰啲其他嗰啲，我唔記得邊隻。咁嗰個時候我就攞嗰張卡，我淨係想要貝貝龍，咁我開極都開唔到，咁所以就係即係一換一咁就換咗。係咯，即係以前細個就係都唔會睇嗰個價值，或者嗰陣時都唔會知道個價值嘅，因為唔好似而家咁樣可以上網即刻查。咁我想問下貓，你覺得香港同日本人儲卡嗰個文化有啲咩唔同？其實在我的印象當中，這個 Pokemon 卡在日本超級流行，也是從莉莉這個時候開始的。然後之前是他們會，香港可能也有，但是日本比較流行是，之前是他們拿着卡真的是去那個打對戰，對，然後。對，之前是真的是有卡的人，就是會去學對戰或者是對戰，還有一些因為去對戰有一些特別的卡嘛。然後自從莉莉開始之後，就開始多了很多儲存的文化，然後在日本也開始流行了 PSA 鑑定。對，但是那個時候還是 COVID，就是可能疫情沒有很多外國人的人來到日本，然後價錢也是知道貴，但是也沒有現在那麼誇張。然後 COVID 完事之後，哇，就外國人都來了之後，價錢漲得很貴。還有我看香港現在很流行這個抽卡抽卡，一個地方很多白色，歐利巴，而且很貴，我抽過一次。抽了什麼東西？對，我花了1500港幣還是3000港幣，我忘記。然後抽到了是1/10的 AR。所以我係唔會抽1/10嘅 AR。然後就是然後我的一個 stylist 跟我說，他也是很喜歡 Pokemon 卡的。他跟我說，最近其實這個抽卡有點像賭場一樣。然後有一個19歲的一個小男孩拿了50萬港幣去抽卡，然後全輸掉。真的嗎？然後我感覺其實是有一點問題。他們現在就是跟 Bitcoin 都一樣，其實不是喜歡 Pokemon 卡，只是來投資。對，投資。他們可能你這個是超夢夢也不知道。對，什麼夢都不知道。呢隻係九唔搭八，即係九唔搭八嘅喎。佢指住佢，比如話拉代神獸啊嗰啲咧，咩啊噏乜嘢啊？其實抽卡都好有爭議性嘅，而家尤其是香港就係暗鋪，我其實係啦，咩明鋪暗鋪啊嗰啲咁嘅嘢。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儲卡。而家譬如我哋話喺好多 card show， 好多人中意 trade card 咁樣啦。其實坦白講，你 trade card 收嘅時候，你都俾人哋去賺錢。其實嗰個收卡個個都可能通常都係收7成至到8成個 value。咁其實如果你有耐性咧，嗱假設我即係咁比喻，你張卡值5萬蚊，你想要嗰張卡又係5萬蚊，其實你如果同佢 trade 咧，佢可能最多俾8成嚟 80%，即係4萬蚊。咁但係如果你同佢買，你用現金。可能你可以講到價錢，譬如話45000現金都 OK 喎，咁一來一回個 difference 就15,000蚊，所以 trade card 其實就俾你去可以好快地得到你想要嘅嘢，但係其實就唔係想象中咁着數，所以你去到 trade card 時咧，最好都係自己去做下功課。了解下你自己張卡，同埋你咪願意接受到人哋會 discount 到你張卡。同埋最緊要係你自己中意同 agree 咗呢樣嘢，因為始終 trade card 都係唔係單方面噶嘛，係雙方面噶嘛。冇錯，即係可能真係我好中意張麥皮超，咁但係我而家手上面得張莉莉亞嘅，咁我真係好中意嘅話，其實你會唔會咧？我建議咧就唔好 trade down 嘅，其實係大家個諗法都係 trade up 咯。即係個 value 向上嘅，咁其實咧 trade 卡唔係唔好嘅，其實大家儲卡咧儲得耐咧，你有個內心就係覺得佢增值咧，有時唔係淨係諗住賺錢，而係你可以咧令到你自己 upgrade 個 collections，即係嗰張卡升咗
你換咗佢之後咧，或者買咗出去之後咧，可以再買嗰張更加罕有嘅卡咁樣咯。都係我覺得喺儲卡個 journey 好多嘅 collectors 都會常遇到嘅。係啊，咦咁不如 Dixon 都可以介紹下，其實你今日帶啲咩嚟咧？我今日帶咗好少就帶咗2張卡嚟嘅，就係大家面前呢個嘅Gengar啦。你為什麼喜歡 Gengar？因為我自己覺得初代嗰啲樣子咧係最喺我腦海裏面最深刻印象嘅，即係就同埋我睇嘅時候就大概睇到阿羅拉之後，我覺得佢哋啲好似變晒樣咁，走晒樣咁，所以我就開始冇睇。所以其實嗰啲 Mega 呢我都唔太熟悉，但係咧耿鬼呢一個樣咧就係我就中意佢即係古古惑惑，跟住之後有嗰種頑皮嘅感覺，因為我都好中意啲搞下笑啊、整蠱下人啊嗰啲，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幾似我個人本身嗰個行為，咁所以我就中意耿鬼。但佢古仔係好慘噶嘛，佢係俾個 trainer 拋棄咗 abandon，佢先至係要嚇走啲人，因為佢想留翻間屋等翻個主人翻嚟咯。所以其實個古仔都係幾得意，令到啲人係對佢。動漫的那個超感人啊！對對對，我唔知道原來呢隻耿鬼咧，就因為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就係金卡嚟㗎呢張，勁好勁㗎，因為佢而家已經冇再出㗎啦，嗰個咩嗰個墓地冇㗎啦，因為佢係墓地，所以佢後尾佢禁咗呢張。即係等於係咯，佢紅唇蛙都唔同咗顏色啦，係即係嗰類嘅嘢。咁我可能完全唔知喎，咁所以當年我就覺得呢兩個咁，仲要啱啱攞出去鑑定，但係嗰啲人又好得意嘅喎，佢一唔係 PSA 10咧，咩9啊8啊嗰啲咧，佢全部當垃圾嘅喎，佢哋。嗱，所以我細路咧，佢其實佢會買 PSA 9嘅卡，因為覺得個價錢同你做一張 Raw 卡差唔多，但係你有個盒好好咁保住。係啊，我都覺得係啊，你擺喺度，當喺度好似係啦，幫佢啲嘛，佢冇記到嘛。我想話咧，網上有好多 YouTuber 而家講緊嘢就係話，因為咧而家修復卡個技術越嚟越好。咁所以咧有好多外國嘅 YouTuber 尤其是識修復卡嗰啲咧，佢就話你哋可以買啲 PSA 9，但係咧個 centering 靚仔嘅。即係可能啲 edges 少少位咧，佢覺得將來有機會可以 touch up 到咁樣咯。咁但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嘅事，但係而家係幾網上熱烈討論嘅一個 topic 嚟嘅就係，因為真係爭太遠，有啲好 rare 嘅卡 PSA 9同 PSA 10係可以去到10倍或以上 difference，太誇張真係。但係你講起 PSA， 而家 PSA 停咗一個普通嘅 grading 嘅 plan， 大家又點睇咧？咦，我係受害者喎！你係受害者，因為我就咪攞咗好多呢啲卡去嘅。咁依家鑑卡其實好貴㗎嘛，即係如果你鑑一張最快咩7日15日嗰啲 plan 要3000蚊港幣㗎嘛。咁跟住我初頭去嗰啲，佢嗰個即係有個朋友嘅建議，就你分批啦，即係你真係價值最高嗰啲，你先至行個貴啲嘅 plan，其他嗰啲你就揀係咪95日 plan？ 係咪嗰陣時咪90日 plan？ 跟住就95日 plan 好似係200幾蚊。我係啦，我平時都係就嗰個 plan。好啦，咁我嗰陣時就記啦。咁我係3月嘅時候，咁原來佢而家可以睇到佢做緊啲咩㗎嘛？即係佢咩收到你啦，開始俾個 number 你啦，跟住就評分啦。佢會俾翻有個階段㗎嘛。跟住我3月嗰個咧，3月尾嗰個咧，到琴日我琴日望，終於得到嗰個數字編號啦，係16、3、4、4、5、6、7咁啦。但係佢重點係我朋友咧，佢係4月尾寄嗰個。佢已經攞翻咗實體卡翻嚟喎，大家都係行經嗰個所謂嘅95日 plan，咁跟住佢就，但係佢話而家係亂咁嚟嘅咯喎，即係佢即係收到乜，佢咁啱拎起嗰盒嘢，咁就你先真係收翻，唔係係真人真事，真係我朋友佢哋唔俾我睇。咁但係同一時間就唔知點解咧，個市場近排鑑定卡嘅價錢又慢慢回落翻喎，跌咗啲啊，好似見到。我覺得好神奇，我以為會再高翻啲，因為話 PSA 停咗嘛，即係十分少點樣升，少咗 PSA 嘅卡。咁我以為就會咁啲卡會唔會再貴啲咯？但又唔係喎，而家係慢慢跌翻喎又。我會覺得咧，而家嗰個 corrections 咧係因為已經公佈咗30週年嗰啲咁嘅卡嗰啲 box set 咯。我自己個人認為啫，每一次咧，你哋如果睇嗰啲 trend 咧，就係你明知佢會出啲乜嘢，譬如話就嚟出 Rayquaza 啦，而家啲 Rayquaza 嘅卡就係咁炒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有啲卡你係唔係咁中意，你係有 Rayquaza 嘅。呢個 moment 係一個好好嘅 moment，可能你可以放出去，然之後換你想要嘅嘢。其實我覺得係，因為通常我哋講一個 hype 咧，其實佢係喺嗰個真係新嘅 product 出之前就會完嘅啦。其實係，咁所以而家30週年，大家就係由上年講到而家啦。咁所以啲卡升到咁癲咧，其實係。咁我覺得一公佈完咧，佢有 corrections。下一次咧，我就覺得係9月
中9月16號同10月16號出30週年嗰陣時咧，應該會又有調整，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會買30週年嘅 box set。可能你唔止買1盒，可能你會想買5盒、10盒，咁有可能有好多人儲卡就會選擇將自己唔係咁中意卡放咗出去，然之後將嘅資金集中喺30週年度，咁 supply demand 就更加我覺得會有個明顯 correction 上，係啊。同埋而家就係一個好嘅時候去買你自己真係中意嘅卡，即係價錢再慢慢跌翻啲。今日咧成日都帶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小嘅收藏嚟，其實係首先咧，我前面擺咗咧有2個玩具嘅，其實係咁第一呢個咧就係初代，因為我好中意噴火龍啦，咁呢個就係初代噴火龍嘅一個 figure 嚟嘅。噴火龍咧，佢哋以前咧。佢第一代嗰陣時咧係佢畫到好肥嘅，因為我懷疑咧其實佢做嗰陣時係因為想做到唔好咁尖，係啦，可能啲頸會短咗，其實係卡哇伊。卡哇伊，那個呢個細個我都記得喺玩具店度見過嘅。我都記得係，我印象中我都有過添啊！不過嗰陣係奇異花嚟㗎，佢有個應該綠色㗎，係有個另一個版本喎，好似有綠色嗰個。其實我咁中意咧，因為呢個係個最 original 嘅 illustrations，而呢個 illustrations 咧係冇出過卡嘅，其實有出過 Topson 有出過。係啦，但係咧，Pokemon 嗰個 official 嘅卡咧係冇出過呢個 graphics，最似嗰個咧應該係一個明治朱古力嗰個 promotions，有出過類似，同埋有一張咧係應該係 Flames 嘅 Charizard 咧呢一個都係少少。呢個哇，有啲似嘅。咁係我尋日咧好得意㗎，因為咧佢舊嗰啲玩具咧，佢後尾咧就呢個咧因為太容易爛啦，同埋佢好得意有個波咁樣。之後就出咗呢一種我哋叫黑盒啊。咁呢個有白帶咧，係叫第2代嘅。第一代連呢個白帶都係冇嘅，其實係。咁呢個我反而冇見過，我肯定見過左手邊。我都肯定見過呢個咯。個顏色你見唔見到唔同？係。呢個係第2代顏色，係畫出嚟係鮮色啲。但你好犀利喎！你收藏咗咁耐，你都唔捨得開，大佬。你俾我細個嗰陣時係，我一定係即刻拆咗出嚟。我儲咗好多個版本呢啲咯，其實我都係帶唔晒嚟，但係好中意啲舊玩具。我由最舊嗰啲儲到而家新嗰啲咧，因為而家走塑膠，唔俾用塑膠嘅就係咁，就變咗係你見到好似包雪婆螺嗰啲嘅咩？哦，係啊，紙盒咁樣，睇唔到入邊嗰個樣，咁你就見唔到個 graphics 咯。係啊，咁同埋有啲舊嘅包嚟咯，咁呢啲就係啲哇，呢啲係未開嘅包，要開咗嚟㗎嘛，係咪？好犀利，好恐怖啊！真係喺度。不如我哋今日開晒佢咯喎！呢個係我好中意呢個，一陣間可以再講下。呢個我哋開咗佢，我哋而家開咗佢。一包咁樣。呢包我真係好有重愛。咁所以話咧，卡包我覺得成日覺得好重要，因為卡包你開一包就少一包，但係卡咧你每開一包就會 potential 會多翻一張，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卡包係值得收藏。哇，好難喎！你要自己唔好見到佢喎，收藏嘅。係咯，你真係要擺喺床下底喎。係咯，如果唔係真係一定會忍唔住咧，有一晚飲到醉地咧，跟住之後，開佢啦！下次飲到我哋唔可以擺啲卡喺度。係，梗係你有冇開過啊？都冇開過。我maybe冇。小的時候我都已經忘記了。小的時候，這些都是在這個combini7-11logo，都是在這個付錢的這裡，就哇很多的。然後我每次就是去這個7-11都拿2袋，然後給我媽媽，呢個。我就帶咗我自己嘅珍藏嚟啦。嗱，其實呢之前喺Pocket Fest 都已經展覽過出嚟㗎啦。咁但係咧就同大家 share 下，就係呢一個就係我細個玩開嘅 Game Boy 啦，同埋呢個係紅色啦。係紅帶。因為我細個係加拿大讀書嘅，加拿大大嘅，咁所以我係即係早代嗰啲全部都係英文嘅。跟住之後咧，就我都唔知點解我咁犀利會有個圓盒喺度，鳳凰金色鳳凰。跟住嗰陣時咧就換咗呢一部 Game Boy Color 啦。呢啲真係歷史。呢餅帶係藍色㗎。呢餅帶唔係金色嘅，金色我開出嚟俾你睇。因為我日文版嗰餅帶係藍色嘅，但我唔記得係咪之後嗰餅定係真係金色㗎。我覺得金色㗎。同埋日文版咧有好多個係有 promo card 㗎。哦，係咩？係啊，有 promo card 㗎，我揾俾你睇。我都唔記得咗裏邊原來仲有嗱。哇！做本咁嘅書，我自己都冇開過出嚟睇。
哇！嗱，呢啲就係咧外國咧嗰陣時係我哋冇上網噶，因為嗰陣時係要靠呢啲書，我哋先知道有啲咩 Pokemon 喺裏邊噶嘛。我哋係真係買官方嘅嘢先會知。呢兩張就係 Game Boy 嘅 promo card，喺個 box 入邊咁樣 Luigi 同埋。咦？呢個有啲熟面口喎呢張，呢張就唔熟啊。呢張真係好少見。係啊。我好中意呢張，其中一張初代嘅 Mewtwo，我覺得畫得係好靚，仲要10嚟嘅喎。係啊，我好中意嘅 Mewtwo，係啊 ，Luigi 啊，係啊 ，Luigi 我又好中意，Luigi 有其中一個最中意嘅 Luigi 啊，Luigi 係可以。超かっこいい。跟住呢啲就係細個嗰陣時同朋友、同啲同學啊吹翻嚟啊，或者自己開嘅嘢咯。好開心啊 ！Trade card，即係嗰陣時嘅 Trade card，唔係而家嘅 Trade card。呢張唔係，呢張係近代啲嘅。近代嗰個就係因為呢張卡我入翻慳嘅，我就係喺嗰啲鋪頭玩 AR 抽咧，抽到咗呢張。我唔知乜鬼咩 AR。係啦，有一個叫咩非洲抽嗰度，而家都唔知咩嚟。就係嗰啲咁嘅嘢啦，就係你抽到張你一路抽，直至到你抽到一張稀有度高嘅卡，你就要停㗎啦。呢個繁中嚟喎，繁中係啊。我就係抽中咗之後，你冇興趣之後㗎，跟住再先，跟住呢一個就係真係，呢個真係細個入戲院睇戲送出嚟嘅 promo 嚟㗎。嗰陣時真係約埋一大班朋友去，呢個係超夢幻反擊4係啦，細個約埋一齊睇戲件好好難得好震撼嘅事嚟。咁跟住咧嗱呢一啲咧就係細個儲嗰卡啦。咁就因為入翻慳嗰陣時咧。我細佬就幫我喺加拿大攞咗去 grade 啦。呢啲呢兩張就係10，呢張係我人生第一張噴火龍，咁佢只係得6分嘅。咁但係對我嚟講，呢兩張暗黑噴火龍係小火龍好特別嘅，就因為係真係自己親手開出嚟嘅。跟住然之後係仲有兩張都10，唔知點解。係 nice 啊，望下好靚，雖然係英文版。Dark Charmander 係啊。哦，呢個係喺 Walker 嗰個 pack 度開出嚟，就係你嗰包，係呢個都開出嚟嘅。哦，係啦，呢個喺度開，全部都係壞人嚟嘅入邊，係全部係永遠都記住佢哋係而家木老大嘅手下，佢係會捉走人哋精靈㗎。其實咧講開啲卡包咧，因為我留意到你有嗰張閃光噴火龍，係啊，其實就係呢一包出嚟啦。咁呢一包就係 Neo 4，係最後一代嘅 Pokemon 嘅 Old Back 嘅卡嘅。點解咁講咧？你見到咧呢個係佢攞住呢個一個男仔轉星筒。哦，對，我的記憶就是這邊。對，我小時候小的時候。咁呢個就係咧舊圖咧，就係咧舊個背咧就係寫住 Pokemonster。係。咁同埋咧佢咧呢個係畫錯咗嘅，你留意下。係咩？個 Pokeball 嗰個掣咧係畫咗黐咗喺下邊嘅。哦。應該喺紅色上面，所以後尾佢哋發現咗呢個 mistake 咧，係再畫翻呢一個。咁而點解我話呢一個 pack 咁罕有咧？因為嗰陣時咧係2001年嘅4月度出嘅。係。咁Nintendo 咧係2001年嗰個年尾咧，其實佢就出咗個 E-card reader，就係 for 呢啲 E-card 嘅，其實係。佢要 read 到個 card 入去。咁佢就要趕住出咯。同埋亦都係依家開始咧係有 first edition 同埋有 unlimited 嗰陣時嘅存在。呢一 pack 嘢咧係印得好少，跟住就 discontinue 咗。所以其實你抽到嗰啲噴火龍啊、閃光噴火龍啊，嗰堆卡咧，全部都係好罕有。咁咩叫 first edition 同咩 unlimited 係分別喺邊度？你睇到有個 first edition 嘅喺個 corner 位。個 first edition 嗰度。咁佢咧通常佢出第一版咧，佢就會有個限嘅數量。譬如佢話出100萬包，假設啦。咁但係咧佢出完之後咧，佢就會再版嘅。咁再版咧就會冇咗呢個 first edition 嘅 mark 嘅。但係好神奇地咧，日本嘅卡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 unlimited 咧係仲罕有個 first edition，因為佢再版翻印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翻印得少過第一批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而家有好多日本人儲卡咧，係想儲翻冇 first edition 嗰個 symbol。哦，係啦。但係而家就冇呢個 first edition 呢個字啦，而家就冇咗啦，淘汰咗啦。係啦，我冇記錯，應該去到 XY 年代就冇咗。即係我最近買咗個，呢個我好中意。呢個咧其實就係黃色嘅隻噴火龍，電嘅噴火龍係 Delta 呢個係實係。咁 Delta 咧就係變異變種嘅 series。其實咧佢係嗰陣時咧係喺2006年嘅時候，我叫做 Mid Era 嘅時間咧就去係啊就出。咁你哋見到其實佢係呢個電嘅噴火龍咯，其實係。咁係啊，佢所有屬性都唔同咗。佢呢一個 series 裏面。係啊，咁同埋譬如話當好似Mewtwo 啦，Mewtwo 就變咗係
火系咯，其實係啊，好得意啊！所以我好中意呢個 series 其實，同埋嗰個是電的，不是火的。なんで？本當だ。係啊，なんで？那這個 Mewtwo 就是 fire。我呢種唔靚啲係啊。係啊，因為 Delta 嘅 series 我覺得係好值得儲，其實係好特別，係啊，亦都係咧佢 Delta series 冇再出過啦，之後即係出過一次，歷史嚟暫時係。我有朋友都已經係咁喺度話佢要收呢啲啦，係啊，好得意。即係收啲唔同係變咗種變種嘅 Pokemon，佢就變咗叫 Delta 咯，佢有個 Delta 嘅 symbol 咁樣咯，呢度。Delta 係啊，就係 it's like a mutate。Pokemon，真係儲唔晒，係啊，即係揀自己中意嗰啲咯。因為其實近排大家成日見到嗰啲譬如卡展啊，或者係抽卡抽福袋嗰啲咧，其實大部分大家都見過晒啦，都係啲近排啊、大月衣啊，之後呢樣咁。但係其實譬如呢啲 Delta 系列咧，就真係其實 Pokemon 卡有好多嘢可以發掘嘅，即係唔係淨係嗰一啲嘅，即係譬如 Delta Series 都有啲咁特別嘅嘢。係啊，EX 咯，呢個係第一代嘅 EX，First Generation 嘅 EX 咯，同埋 Level X 卡我又覺得係幾特別。呢啲都係 Mid Era 嗰時咧，以前啲卡係我好中意 Half Art 嘅，其實係我成日覺得 Half Art 嘅卡係靚咯。Full art 都係靚嘅 ，vintage 咯，係，同埋我中意 hand drawing 咯，即係而家有好多係啲 3D animations 噶嘛，即係 3D graphics 咁樣噶嘛，其實係，即係譬如好似呢一種，呢個都靚嘅，不過你就好 3D 咯，一望落去，都係係啊，你好明顯睇得出係唔同世代嘅畫風，唔同畫風其實係，即係初代嗰啲就係好靚啲其實。咁你講起呢個我都係，因為而家原來佢有分嗰個即係插畫師，以前我又冇留意，跟住我見佢而家最新嗰盒嘅大怪獸，佢個樣都幾得意，跟住之後跟住就睇翻原來嗰個即係畫家有嗰幾張，咁跟住我就嘗試去開嗰幾張，我覺得有嗰個哥達代獸，因為佢係火箭兵團嗰盒嚟嘅，跟住之後就有我又抽，我都之前都散包都抽到大怪獸，咁就好似即係好似唔使天價去攞翻嚟先咯，係啊，都開心嘅，我都抽到都，即係咯，抽嗰個喜悅咯，而唔係我當然我知道你就咁買嗰張卡，可能係80蚊你就買到張卡，但係我都想自己好似我即係你唔好話當係你生個 BB 啊，但係你至少有育成過佢啊，係咪先？你即係親手攞出嚟你自己，哇！嗰種感覺，嗰種擁有，係啊，同埋一班朋友開卡係特別開心嘅，係，所以不如我哋就今日就開卡啦，開卡，好嘢啊！好啦，貓，你想開呢個151啊？定係前面呢堆卡咧？呢個，咁你就要問一問 Leslie 啦。開呢個，開呢個，開完之後要俾翻一包我。開咗佢，同我開，副學式咁樣開咗佢，副學式咁樣開。好啦，不過唔係嘅，咁我哋準備咗咧151咧，俾兩位嘉賓去開嘅。其實151入邊咧，依個卡包咧係有好多卡嘅喎，其實。係。因為咧佢 basic 咧有165張咧，其實係，然之後咧 secret 有45張，即係嗰啲 AR 啊、SR 啊、SAR 啊、UR 咁樣啦。咁咧其實最重要就係點咧？每一盒咧，佢都會有得一張嘅 Master Ball。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要儲晒153張，其實係要開3036包，好恐怖。我知，仲要係唔重複，同埋佢有嗰啲即係嗰個全圖都係，跟住個 AR 係全圖啊嘛叫做，因為初頭未見過嗰時呢個係我第一次再玩卡嘅，所以話原來有張全圖嘅，好靚。呢一盒嘢係真係好多人重返玩翻卡，就係因為呢盒151。係啊，同埋我想講呢盒嘢有個古仔嘅，就係點樣咧？其實咧係 Pokemon 入邊咧怪獸咧，其實叫做Kadabra，嗰個日文咧係叫做 Ugela。啊，Ugela，咁 Ugela 佢點解咧？其實有個魔術師，佢叫做Uli Geller，Ugela 係，咁咧佢就去告喺2000年時咧就告 Pokemon， 就話咧佢咧喺度影射佢或者抄佢個樣，其實係，咁所以 Pokemon 咧喺2002年至03年個 Sky Wish 咧，最後就出個 Kadabra 呢張卡。之後就冇再一路都冇出現過，直至呢一盒佢就翻返嚟。咁就係經歷20年之後，呢一盒係將151重新再 reunion，所以係好得。所以佢係有張 SAR 喺度。好啦，咁啊，不如阿貓先啦，係咯。じゃあユリゲラと私ピカチュウとポリゴン欲しい。你要 Porygon？ ポリゴン欲しい，因為日本有一個叫 Polygon Shock。就是動漫它出現的時候，這個太閃了，然後
不讓它再出現了。哇，好有儀式感喎！我哋好少咁樣開卡，係咯，呢個就係我哋文化差異係啊！啊，香港可能係就咁倒晒出嚟就算咁樣。夠啦！哦おー、出てきた。トランス、違った。哦高明EX。收ガルーラ EX。ワンニキ。ハウ。我呢隻好得意，哇錯字。佢呢隻盲盒。 Pokemon Go 的我的 partner。哦，哦，我好中意佢㗎，好 Q 啊！誒 A R 喎，咩㗎？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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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草係嘛？奇異草 Ivy Ivy 草。すごい。ライチュウ。これがピクシーかわいい。咖啡喎，ね、ユンゲラ。有啲鴨ユ喎。ンゲラ。啊，呢個就係頭先講嗰個 Pikachu A R，ピカチュウ AR。 Pikachu。你開始 A 咦佢咁樣甩嘅，佢睇ロコ。佢都好係啊 local 喎而家。クリープ。喂，真係 A R，咩啊？真係 A R 喎，咩㗎？真好似真係比卡超喎，係啊。何？好似真的嗎真的嗎真的嗎好似係，プププ。係啊，嗰個小隻啊，係啊，哇！呢張好靚，呢張我好中意咯，其實係好得意啊！呢個畫風其實係。ピカ。哇 teamwork 啊，靚啊， Nice。鐵甲蛹，誒，又係卡拉喎。呢個係呢個係普通嘅 Pokeball。係。啊！我見過，邊個得意嘅呢個？呢個呢個得意嘅。靚嘅。かわいい。好，嚟多所以151係最人呢啲大家共鳴嘅，係一 set 嚟嘅，因為大家都識晒嗰啲 character。鬼之衝、火衝鴨、傻鴨、こだ。喇叭牙。哦，AR。好靚。かわいい。好靚啊！靚呢個其中一張我好中意嘅傻鴨啊，好靚。卡圖。收哇，好聲開心啊！啊！小哥達。哎呀，哇！會偷睇。係咪海馬？呢個係 OK 咩波啊？唔知。呢個我呢部係普通波。普通呢個狗味，我第一次開，狗我第一次開呢盒飲啊呢隻。果然9我好個。有緣分喎，狗味。係啊，你中意狗味，M 波都未？M 波出，未出啊？啊，太美！唔係呢啲白卡我都會留㗎啦，我留㗎，好靚。我都有留晒其實係。好，係高超牙、都得。喇叭牙、狐珠犬、哇！你好熟啲中文名係啊喎，口呆花都係正常樣，都係正常正常咯，係啊。哦，好啊！呢個普通白卡都靚啊，驚啊！係啊，驚㗎。幫你裝起來啊！呢個要裝起。好啊，俾你揀鴨嘴火龍。我不我呢部啊，我呢部啊係嘛？OK，係哇！嗱，呢個得靚啊，都靚呢個。好嘢，開心啊！開到你哋想要嘅卡係咯啦。，你哋兩位開得咁靚啲卡，係咁就懇請你哋咧就畫一啲嘢送俾我哋嘅觀眾啦。好啊，好咁我就知道咧，其實咧阿貓就你中意 Pikachu，咁就有個電嘅 electronic 呢個咧，咁你就中意係火係火係嘅 energy，火嘅 energy，阿貓，你畫畫靚唔靚㗎？很靚的，好靚啊！好靚，好靚㗎好靚啊！哦，Pikachu，比卡比，哇，哇，好 OK 喎！哦，哦，佢係 base on 嗰個雷電嗰個嘢，個樣出嚟。佢好似畫衰咗。沒問題的，沒問題的。沒問題啦，你哇，好快！哇可以，不如叫佢畫埋我張啦，咁勁喎！你不如叫佢畫埋啦，真係喎，佢畫得咁好。冇，拗大係啊，我講嘅嘢你唔識喎。係啊！頑張って。好，噴火龍喺呢邊。我使唔使拎張卡出嚟抄啊？定リ咩？ザードン、リザードン。リザード噴火龍リザード is better，yeah。噴火龍，噴火龍。太懶啦吧？噴火龍，你唔好懶啦！你再咁，我幫你開晒你依家㗎。開晒，開晒佢㗎嘛。我試下畫呢個百變怪先咁樣。勁多對眼望住佢畫咧。
都 OK 喎似啊， ，OK 啊，好似百變怪喎。哦哦可愛い。哦，好嘢，咁多謝晒點樣得到呢兩張卡咧？就當然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呢條片啦。同埋記得要 follow 翻我哋 Pocket Fest 嘅 IG 啊。好好啦，咁我哋下禮拜再見啦，多謝晒，多謝 Dixon，thank you，拜拜，拜拜。